艾琳姐，我是成年人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我分得清。喝多了？是不是顾总的前女友突然出现，心理压力过大了？没有，你就当我是喝多了吧。别逞强了，陈文文确实是各方面太出色了，不要说是你，换作是我也会有压力的。文文姐她是很好，可是跟我没关系啊。我是不想让你飞蛾扑火，有那么强大的对手在你面前，有时候知难而退不是一件坏事。艾琳姐，我是成年人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我分得清。你是在怪我多管闲事了？艾琳姐，我能进入川工作室工作，是你帮我的，我很感谢你。对于顾总也是，可能你不会明白，对于我来说，顾总是星空，我光是看着这片星空，就已经是奇迹了，更何况还走近了呢。江小宁，我知道你家境不好，也知道你进公司的目的是想做设计师，所以你应该把精力放在工作上，而不是顾总身上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是喜欢顾总的不止我一个，艾琳姐也喜欢顾总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也许有幻想，才有奇迹。我是为了你好，才好意提醒你。我确实有点陷入自我情绪中了，我应该谢谢曼丽姐的好意提醒。行，那我们先回去吧。我想透透气，曼丽姐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确实想通了，曼玲姐喜欢顾总，所以我怎么能陷入情敌制造的假象危机中呢？江小年啊，你既然已经创造奇迹走进了这片星空，那就更应该勇敢地去接近那颗星星啊！